男人你冇食都好啊，但係今日你有肚腩，你有油包肝啊，你嘅身體都會轉嘅。同埋一種嘢咧係有好多女人荷爾蒙就係啤酒啦。所以飲啤酒好多講啤酒透啊，啤酒透啊，就係呢個女人荷爾蒙做出嚟嘅。咁樣男人嘅荷爾蒙，最少都有10到20倍多過女人荷爾蒙。但係如果你嘅身體生產女人荷爾蒙開始提升啊，男人荷爾蒙開始大減啊，加埋你1到30歲啊，你嘅身體生產荷爾蒙啊，男人荷爾蒙減3%到8%嘅，減好多。每一年都減到你50歲啊，你冇差唔多60%嘅男人荷爾蒙啊。所以一個男人嘅男人荷爾蒙大跌嘅時候，第一件事咧，佢覺咧，佢每日朝早起身啊，佢嘅國旗又起嘅，無啦啦嗰日有時又起，有時冇起，再遲啲咧就會起身啦，旗都冇晒感覺開噶啦。因為佢會影響男人嘅性嗰方面嘅，呢個係一個壞處嚟嘅。如果你有心冇力啊，就係咁樣嘅發生啦，就係因為你嘅男人荷爾蒙而你唔識得補翻嘅男人荷爾蒙嘅。如果今日你有油包肝有肚腩啊，你仲愛大力食呢個 testosterone 嘅。咁樣喺呢度我想講一個壞消息，全馬來西亞排名第一，最多唐人嘅病，第二係印度人，第三反而係馬來人。乜嘢病都係馬來人攞第一嘅，因為我哋唐人啦可以攞第一名啊，就係咩咧？Cancer prostate， 即係話咧前列腺。我哋如果你去一個醫院啊，你入去啊，你發覺排隊響成間房啊，成間房排隊睇前列腺啊，你會嚇到嘅。全部都係唐人多嘅，印度人第二，馬來人好少嘅。咩原因呢？因為馬來人啊，佢哋一結咗婚啊，佢哋知道佢哋會減佢哋呢個男人荷爾蒙，佢哋有呢個習慣就係食當家阿哩，都有馬來人唔識食呢啲嘢嘅，所以都仲前列腺嘅。我哋唐人直情啊諗住呢啲係食性嘅，食 sex 嘅，錯啦！你係會每一年都大減，你每一年你大減，你就可以快啲諗辦法補翻去。咁樣我哋嘅 V 哥咧係攞自非洲嘅當家阿哩，攞埋馬來西亞嘅當家阿哩，所以個 testosterone 係好高嘅。好啦，如果你今日你愛預防前列腺，加埋你愛嘅你嘅身體做足夠嘅男人荷爾蒙 testosterone 啊，呢個 V 哥就係你答案嚟嘅。咁樣我想同各位講一樣嘢好重要嘅，就係呢個 V 哥啊，你愛了解一個男人嘅荷爾蒙而嚟testosterone 減嘅時候，第一個反應就係消化系統而嚟差嘅，因為 testosterone 同埋呢個 estrogen 啊，女人荷爾蒙、男人荷爾蒙，佢嘅最重要就係響你嘅肌肉生產肌肉排脂肪嘅，所以你嘅肌肉越嚟大啊，同埋你嘅脂肪越嚟少啊，就係因為你嘅男人荷爾蒙、女人荷爾蒙做緊工嘅。不過女人荷爾蒙太響男人咧，佢會整到你哋嘅 prostate 會大腫起嚟嘅，一腫起嚟啊，你嘅尿袋本來要直直衝嘅，無啦啦會割山嘅，一割山咧，你屙尿就越嚟越辛苦，跟住咧屙尿就越嚟越少，好大味出嚟啊！就意思講你嘅身體嘅前列腺開始生啦。所以今日如果你有遇到咁嘅情形，消化唔好，肌肉成日痛，背脊痛嗰度痛，我哋講 muscle freeze 啊，你一唔夠呢啲男人荷爾蒙或者你嚟女人嘅女人荷爾蒙，你會 muscle freeze。muscle freeze 之後你嘅肌肉會硬化，就變開你成日嗰度痛呢度痛，然後咧你嗰度骨啊都會影響到嘅。所以呢個男人女人荷爾蒙，男人愛飲翻我哋男人嘅呢個 V 哥，女人咧就飲翻我哋呢個 Sooty Blends， 你愛一定愛長期飲，同埋好識去飲，飲到咧你會發覺女人咧你嘅子宮越乾淨越有肌肉啊，你嘅面都會因為你嘅子宮影響嘅，你會發覺你嘅面發亮嘅，後生嘅唔會乾嘅，腍腍嘅靚靚嘅彈性嘅，原因係因為你保護好你嘅子宮。男人你保人男人嘅荷爾蒙，你都會發覺你嘅身體肌肉唔會痛，跟住有男人啊，好多男人唔係膽固醇高，唔係血壓高，正甜尿病嘅，好多係即刻嚟做甜尿病嘅，正又會血壓高，正會膽固醇高啊！佢哋掉翻轉頭嚟嘅原因，一個男人一唔夠呢個男人荷爾蒙啊，你嘅肌肉唔可以送營養啊，好多糖收唔到入你嘅肌肉，就會流失響你嘅血，你嘅血就有糖分，你就有甜尿病噶啦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一個男人去同你講，我又有前列腺，我又有甜尿病，你問佢有血壓高冇？佢講我冇血壓高，我冇膽固醇。佢呢個情形咧，你一定要介紹佢食 V 哥，因為佢嘅情形就係唔夠男人荷爾蒙響佢嘅身體，同埋你睇佢一定好肥嘅。
有糖尿病呢個人，同埋咧有前列腺啊，多數係好肥嘅啊，因為佢好多脂肪啊變去女人荷爾蒙嘅。OK， 好啦，咁今日咧呢個 V 哥咧就係同埋呢個 Suli Blend 食法好重要嘅，即係話你哋千個擺我哋嘅食法同呢個食法唔同嘅，因為我已經俾咗好多人食好多見證啊。第一，如果有食膽固醇藥嘅人，你可以夜晚食可以好好瞓嘅。但係如果你冇食膽固醇藥嘅人，你係一定唔可以夜晚食，因為一定你夜晚食佢會送營養，你成個人好精神嘅。所以最好係點樣咧？一食飽嘢，食飽嘢，你食酵素，食酵素，食魚油丸啊，食 probiotic， 食開等半粒鐘，俾你嘅身體吸收消化系統。你嘅身體一做開消化系統，跟住就開始做代謝系統。代謝嘅時候咧，即係排嗰啲垃圾啊，排嗰啲膽固醇啊、脂肪啊、油啊，同埋你身體嘅垃雜嘅嘢排嘅時候，呢度咧你就快啲開一個 Suli Blend， 快飲開去做多一個動作，即係食開嘢半粒鐘，你正食呢個 Suli Blend， 食開呢個 Suli Blend， 你又學識坐住又得，企住又得，趌腳。趌你嘅腳嘅肌肉走上去，因為如果你嘅肌肉慢慢跌落嚟啊，你嘅虛血好慢嘅，排脂肪啊、燒脂肪啊、燒糖啊係減一半嘅。如果你今日有趌腳，你係可以燒最少30%先，但係如果你有食 Suli Blend 再趌腳，你趌腳整你嘅肌肉走上去，你會發覺佢會提升到50-60%先燒脂肪、燒糖。所以如果你繼續做我呢個動作，又唔需要好辛苦啊。不過我俾一個秘密你啦，如果最好食飽開半粒鐘，飲呢個 Suli Blend 去行路，行多啲你呢個趌腳。如果你冇時間行路啊，你會發覺你好燒糖、燒脂肪，你個身體越嚟越健康嘅。所以呢個禮拜我哋會搞一個營養搞一個瘦身同埋形象嘅一個 class 如果搞得成功1個月時間，我哋會有好多 result 走出嚟，就係食 Suli Blend 同埋食酵素咧。咁樣我都係大概講到呢度。如果有乜嘢問題可以問嘅，因為我介紹好多出咗好多貨，同埋咧，我想同各位講，而家我哋有一個36盒嘅呢個New Plan 啊。呢度我講一下啦嚇，各位如果而家有 offer 仲好平，如果冇 offer 啊，一盒啊，你買係幾多鐳咧？普通 member 啊，新 member 咧買係84溝55鐳一盒，84溝55鐳。如果係做到有2000分，自己買上有累積有2000分，佢就會扣到去80溝一程一盒。即如果冇 offer 啦嚇，買一盒嘅時候就80溝一程。如果佢累積 personal sale 累積到去有4000分，佢就會上呢個 platinum 公司咧就會俾你扣到一盒啊，本嚟8455就變到71溝2。咁樣如果你哋今日出席嘅，你哋今日出席㗎，正我哋講呢個 price， 出邊我唔好講呢個 price 嘅，你哋出席。只要有上個月要做2000分，或者呢個月你有做到2000分，你再買呢個 Suli Blend 一盒啊，就係62溝3一盒，62溝3。OK， 點樣食法？朝頭早同夜晚最少食2擺，減肥嘅愛食3擺，愛飲好多水。OK， 好啦，你覺得84溝55、62溝3 member price 平冇？如果你覺得平係因為有 discount， 我哋而家公司出更加平嘅，因為點解？而家我哋愛俾多啲錢包括我自己都好想推呢樣產品。點解？我覺得哇，我個 bonus 加好多啊！平時我 bonus 攞咁多，無啦啦有多一筆入息出嚟就係咁樣啦。即係話，如果今日你係經理，你介紹你一個新人入 member 去買呢個 Suli Blend， 假如去買一盒84溝55，你自己嘅花紅賺多22溝25鐳。22溝唔係你嘅 commission 係你一介紹呢個 New Plan， 你就即刻賺22溝25鐳啦。如果你介紹到佢自己升開呢個上升金級去買80溝一程，你都仲可以攞到17溝8。即係你介紹去買，每一次你走去買呢個 Suli Blend， 你就有17溝8，17溝8入你個戶口噶啦。但係你自己最少係做2000分，同埋你自己係做200分嘅。OK， 咁樣如果佢上到最高上到冇得上 AM 上到最高，去買一盒71溝2，你就賺8溝9。每一次去買
71扣2你就攞8扣9，咁樣呢啲你嘅 member 啊，佢一定問你噶嘛。而家冇 offer 啊，我想攞平啲點樣？我想大量去攞，因為我嗰個邊個朋友又愛我又愛我哋想有唔有 offer 嘅？你講有 offer，賣36盒，36盒咧知幾多鐳咧？如果係新 member 係2560蚊。本來佢係84扣55，就變開71扣25鐳。OK， 如果你係經理，你介紹到一個人去買呢個配套36，佢自己同佢嘅老公食，同埋介紹佢朋友食，佢覺得賣平啲，唔係俾84扣55，佢係俾71扣25鐳嘅時候，佢一買呢個配套，佢俾2565蚊，有36盒，你自己嘅花紅無啦啦加多478扣8， 400幾蚊啊，470幾蚊，478扣8就即刻入你嘅戶口啊！你就係介紹一 set 啫。OK， 咁樣如果佢上喺金級啦，即係要做呢個2000分噶啦，佢本來賣係80扣1尺，你講我可以平到俾你67扣半。67扣半同80幾蚊，哇平好多喎！我可以平咁多啊！咁樣我不如買一 set。如果佢升開呢個金級，即係有做2000分啊，個人銷售，你都可以攞到453扣6。如果佢買一 set，你賺好多㗎。你介紹人哋推，佢食到好，佢又自動會長期愛食，因為覺得食開好好瞓，跟住佢食開唔會屙夜尿，跟住控制到屙尿，傷風啊、咳啊、燒大聲嗰啲尿都唔會走出嚟嘅。跟住咧，一啲人食下，佢個胸都會升翻上嚟嘅，佢就會覺得哇，執到寶啦，執到咁好嘅產品，佢就愛佢食。咁佢想平啊，你就介紹佢食賣36，買呢個36。咁如果佢係上一金，你就可以攞翻453扣6。如果佢上埋 Platinum 上到最高級噶啦，上到28先啦，你就同佢講，你買36盒就係2160，即係話本來佢係 Platinum 買一盒係71扣2，而家就變開60蚊。即係話你介紹人，你升到最高級，你最平一盒你可以攞到60蚊。不過你係買36盒，如果佢真係買36盒，食到唔錯啊，長期食完開又再買，食完開又買。我同你講，你白啊，每個月你可以攞到403扣2，去買一 set 你就有400蚊入，去買一 set 你就有400蚊入。OK， 跟住如果佢介紹到佢朋友又食到好，又入 member， 又買一 set， 你又2 set啦，你又攞多800幾蚊。跟住朋友介紹朋友，個人一買一 set， 上到最高啦，俾你上到最高啊！你每一 set 你都攞成400蚊嘅。OK， 好啦，而家俾你哋今日出席㗎。如果今日你係經理，你乜嘢都唔愛推，你就係專科推呢樣嘢，因為覺得好好賣，人哋食開又好滿意，又翻嚟賣，跟住賣下咧，佢哋講不如我哋全部，我成家人 share， 我係食好多啊，我買36盒，跟住你介紹朋友講，我平啲啊，得冇得？你升級升到 Platinum 咧，60蚊一盒啫，哇，60蚊好平喎！你嘅價錢啊，你用你嘅戶口買啊，你要38先，你係52扣半啊，最低啊！CNI 搞咁多 offer 未平過到52扣半嘅。如果你係經理，你要做2000分嘅，你買呢個配套，你係俾1890蚊，你係一盒係52扣半嘅，所以你可以睇你賺幾多呢個啦嗬。OK 啦，假如你一個經理，你介紹1、2、3，嗰個又介紹嗰個嘅，如果你嘅組織嗰度出咗3 set， 36呢個3 set，如果係俾新人啦，而家我唔可以講咁舊人啦，你介紹 A 去食到唔錯，佢就賣，佢又賣，佢未升級噶嘛。佢一買嘅時候，第二又賣，第三又賣，介紹朋友。只要你嘅成個組織唔係你揾一個揾兩個揾3個都好，成個組織有3個咧，唔係多啊，3個又買呢個配套，你嘅 income 加埋 wellness income， 你個花紅啊加埋呢個配套賺嘅400幾蚊啊，你賣3套你有1200、3600分啊，你有3600 PV 啊，你個花紅你會嚇到嘅。平時攞1000蚊，嗰日無啦，你睇你個花紅係攞最少3100蚊，3000蚊介紹3 set， 你就有3000蚊入息啦。Agency manager 係今日出席嘅，做2000分嘅。你講我貪心啲，3 set 好少啊。Alex 我可以賣到5 set。5 set 有6000分喎，咁如果你賣5 set 啦，你介紹5 set，你可以攞到4000，最少啦4500蚊到5000幾蚊嘅入息。你係攞5000蚊嘅入息一個月，你就係介紹5套咧。你介紹唔係你一個人介紹啦，嗰個又介紹，大家介紹食呢個配套。
你可以揾到有5個人長期賣嚟食、賣嚟用，為經理你無啦每你嘅花紅有成5000蚊入息每個月，同埋一個好特別啊！如果你做5 set 啊，如果你1月、2月、3月3個月都一直落可以做到嗰個5000、6000、6000，佢個 bonus value 係3000幾嘅，佢個 bonus value 響第3個月你又攞多1500蚊嘅，即係話今日你愛推呢個產品，除咗推銷書，你可以推呢個 Suri Blends。如果今日你專科埋銷書同 Suri Blends，你係揾好多好多錢嘅。如果今日你仲係推銷書冇推 Suri Blends，你會發覺點解 Alex 咁快你推啊？因為我覺得你有錢嚟，人哋食開又翻嚟再買，跟住買下就覺得我平冇，你係60蚊冇。假如去測，哎呀點解賣60蚊？你買36㗎 ，OK 啦。我真係有客仔啊，好一個人啦，佢講我買晒36㗎，一個 Auntie 80幾歲嘅，佢講我全靠食呢個產品可以瞓覺，而家我介紹俾我啲親戚朋友食，跟住咧佢講咁平啊，我可以攞到啊，佢自己又送俾人食添啊，佢就同我講我訂一 set。36個，所以我呢個月最少都有2個客仔已經同我訂開36個咯。上個月我已經出咗啦，36，呢個月又再出36，咁樣我哋嘅利順德啊，又係好把握機會，見到人咧就推呢個36，所以你介紹到人哋食到好，個個買36盒嘅。減到最平嘅 offer 價錢，你又可以賺多啲錢，呢個係你嘅機會啦。千祈唔好講試咧揾唔到錢，係你冇去把握呢個機會。咁我都係講到呢度為止啦，thank you。